代替北回线花莲总值好人，因为落雨在前长站，代替是派查由区间车来接送，到5月24才会当上线通车。中国广西落大雨，在前是10年来上较严重的，最崩山是造成3个人死亡，也有1个人失踪。美国前总统拜登证实，着恶性的裂雨线已经第4期，这癌细胞是已经破到骨头。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中国广西，因为落大雨，造成真严重的灾情，是10年来上界凄惨的。这最崩山是造成3个人死亡，也有1个人失踪。原来是另外一个印度的南部城市海德拉巴，是因为有一间老仔厝，这老仔厝煞那像是一楼烧拍电，造成大火，17个人死亡，这当中佫包含6个囡仔。大水顺着坡路平落来，有一寡所在也爆发土石流，带着大量落雨梅冲向地势较低地区。大雨北来侵袭中国南方地区，造成几个城市甲农田4月拢是水。为着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的北流河爆发10年来上严重的大水灾，当局3摆发布上悬大水警戒。涨起来的河水毋但是淹没市场场，当地温室蔬果养殖场也严重浸水。救援人员无用出动抽水机具协助救灾，目前传出至少造成3个人死亡，1个人失踪。气象单位警告，大雨有继续到白日，呼吁民众唔通疏忽。镜头专家引导，南部城市海德拉巴这条街路，组织大批围观的民众，因为礼拜2早起，这一栋3层楼建筑突然发生大火，火势为1楼往顶燃烧，包括一间珠宝店也焚烧了，真侪人被负刀伤，拢死伫火场。ऊपर बढ़ते बढ़ते ऊपर तक आग चले गया जो लोगों तो दे वर अनेबल टू एस्केप तो सफोकेशन हो गया बर्न आउट हो गया पूरे फैमिली मेंबर्स एक्सपायर हो चुका। 警方表示，有15个人幸运获救，着17个人不幸死亡。死者中包括6个还未满5岁囡仔。大火原因初步检判是1楼的电线小道所引起的。印度因为建筑规范真松、伤下加无遵守安全规定，并发生火灾。顶个月，加尔各答一间旅馆发生严重火灾，造成至少15人死亡。迄当时有人被逼为窗仔爬到厝顶逃生。去年西部古加拉特邦一个真下游乐园也捌传出火警，夺走至少24条人命。广西新闻在回应评论。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办公室18发布消息，证实这82岁拜登着恶性的裂雨腺癌已经第4期，这癌细胞是已经破到骨头。伫咧这个情形下，癌细胞是已经无可能会当长根，若是治疗有顺利，是会当搁活5年至10年。现任的总统 Trump 的发文表达伊的哀伤，祝福拜登会当早一日好完全。也若是前副总统贺锦丽听到这个消息，是讲伊真艰苦，会为拜登来祈祷。拜登办公室18发布的声明，讲总统顶礼拜因为被绕道镜头压起来就医，拜5诊断得到恶性裂雨腺癌，癌细胞已经转移到骨骼。按照格里森评分的结果，病情严重的程度是9分，并表示拜登甲伊的亲人当地甲医疗团队评估治疗的选项。佮讲拜登治疗的癌症是属荷尔蒙敏感型，病情无定着会当控制。So with prostate cancer that's metastasized to the bone, you could control it for years. 2 or 3 years is very realistic, and some lucky patients get control for 4, 5, 6, and even longer. 拜登得到癌症尾期病情一个公开了后，华府政治界拢真意外。一向介未下毋捌讲过好话，总统川普伫社群媒体大文表示，伊甲伊的家后梅兰妮拢为这件代志感觉哀伤，祝愿拜登早日康复。拜登的副手贺锦丽、前总统奥巴马、前国务卿希拉蕊、英国前首相苏纳克、加拿大前总理杜鲁道等一寡美国政坛甲国际领袖，也拢伫第一时间甲拜登甲伊的亲人传达关怀甲慰问的消息。媒体伫华府的记录随机甲民众讲起拜登的病情，大部分的人的反应拢是心痛甲哀伤。I mean, just finding out, I feel bad for him, of course. Personally, he didn't align with my political beliefs, but I don't believe that would define the value of his life. So I'm sorry. I feel bad for him and his wife and his kids, of course.
不过，致癌的消息公开了后，过去4年拿政权的拜登，敢有隐瞒健康情形？最近一寡新资料的出现，又搁变做华府热门的话题。像讲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首席华府主播杰克塔伯加新闻网站 Axios 记者亚历克斯汤姆森拄出版的新册《原罪》，讲到2020年竞选的时阵，拜登都捌真侪改记袂掉。去年6月伫洛杉矶的募款活动，若是无边仔的无聊提醒，甚至认会出来民主党长期的支持者乔治克隆尼，佮讲第一夫人吉尔加拜登的核心团队有故意隐瞒的情形。Axios 新闻网16到17完整公布司法部特别检察官赫尔2023年对于拜登故意保留副总统任期内机密文件的调查录音档，过程拜登捌真侪解出现记忆乱去，也佮话讲袂清楚的情形。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台铁北回线总因为落雨，发现中德到河仁之间长站未通，到即阵电力设备有关系也未恢复。台铁是派驾车油的区间车伫咧新城到和平之间往回接送。因若是在抢修的现场的情形，电车线是长300公尺，电力头倒去，崩坑内底土石崩落的情形嘛是比预计较严重。可能要到5月21才会当恢复单线双向通车，5月24才会当双线拢恢复正常。可以接驳车去和平。这个呢？这个是花莲。台铁新车站月台客满真侪旅客，受18强降雨影响，中德河仁之间电力设备受损，也未恢复。台铁调派非电气化区间的查联车来回新车站到和平之间转接，旅客免出站换客运，不过爱伫车站来换车。花了4部，到了和平，到了罗东往和平的新城这4部，我是中立过来的。接驳时间，他看要等多久啦？我第一次搭接驳火车。台铁表示，利用东小清水桥是作加检查完成的铁路路线来使查联车转接，因为在海路段原本就要慢慢行，时间差不多济，不过换车甲等待上下车的时间会较久。19日时，天气稳定时间，关键抢修，桥边甲铁路损坏差不多200公尺，崩坑内底土石引起状况比预期严重，加上电车线桥波断去，电力高倒去，后置甲通讯设备受损，修复的时间会拖较久。4天的时间才能把土石清运完成，那最后1天再完成电力耗资恢复的工作，所以最后我们双线是会在24日但是我们电力的部分恢复单线双向正常行车，我们在21日就可以恢复完成。台铁表示，这个期间东部来往西部之间的国际详细列车专门开放客票，无需要换补票。19暗时，佮启动花莲站到和平站之间的公路转接，经过中德甲和平之间无使用的车票，1年退票拢免手续费。危险路段的铁路高架，以及未来的电力是不是要做一些改善，或者是对于我们在列车上去做配备。花莲县长徐正伟认为，灾害发生第一时间，47处新竹港口受困现场2点钟，到台铁搁要起票价，呼吁台铁爱精进安全措施。台铁表示，10月灾害发生之前，国建系统伫第一时间回报现况中心，而土石因铁轨路进前，就互前后列车停落来，安怎降低土石崩起的风险？除了计划建立边防坑也评估改善，拢是目前要咧努力的部分。记者综合报道。明仔5月20，赖政府执政满1年，这站中共交代犹原是无停休。顶一日，一对中国籍的爸仔囝偷渡登陆屯的海边啊，也有一个号做山东凯国的查甫人，讲伊嘛偷渡来屯园，伫咧涂骹插5车旗，这检调是当咧调查。原来是今仔日早起，这偏好的西南海域是出现30多只中国渔船用拖网咧掠鱼，海巡是赶紧派台中南去赶人。偏河7米西南海峡19早起出现30多只中国三宝船穿过海峡中线，当地拖网作业，侵扰咱渔民的权益。尤其目前拄是中国禁渔期，任何渔船拢禁止出港，就惊内情无单纯。海巡署嘛派台中南去了解。请立即转向驶离，请立即转向驶离。中国海警船为去年到今一直侵扰咱金门海峡，甚至超过海峡中线，海巡强势管理。不过拄是520总统就职9年前，海巡署无排都是故意伫扰乱。其中国网友山东凯哥伫抖音讲，15位福建坐秋玲船用9点钟渡海到桃园海岸，搁插5千旗伫挑战。
我已经踏上了祖国的宝岛台湾的土地，并且将中国鲜艳的5星红旗插在了祖国深爱的这片土地上。海巡署证实，地点甲桃园大园区的海保同款，影片无记住，暗过过来爱95海里，若真勉强，搁爱传9点钟，看袂出来有拍伤，还是严重脱水，真可疑。或是由在地协力人员摆拍摄这部分，海巡署正调阅路口监视器，深入追查中。自称山东凯歌的中国籍男子说自己驾驶橡皮艇偷渡到了桃园，并在大园风力发电机的岸际插上中共5星旗。不过就在距离这里不到11公里的地方，一对中国籍夫子同样利用橡皮艇偷渡。15号深夜先抵达了观音海水浴场，甚至在沙滩上睡了整整1晚，隔天才主动投案。同一天3点钟来，唔係一件偷渡案。海巡署坦白講，秋玲船真細隻，累帶偵測未到。在台湾本岛，因为有台湾海峡，所以我们重点在大型的目标。橡皮艇如果速度慢的话，它的杂讯它的反射波是微弱的，很容易跟浪杆跟杂讯混在一起。我们现在还在辨识中。海巡署講，真需要建立自動監測科技裝備，才當避免老接偷渡案件。也無排除佇賴總統就職週年，中共會擱再利用類似的手法甲影片進行人質作戰。記者綜合報道。今仔日早起，台北松山一間齒科診所，這醫生咧甲病人洗喙齒，病人就發講夠痛的，竟然就出手甲醫生整，這醫生的病是受重傷，都愛開刀治療。不過，這醫生的朋友是認為講，這唔是單純的醫療糾紛，當中也佫有牽涉欠銷的問題，是誤導動手的。塗骹攏是毀了電腦設備、醫療器械，互弄倒佇塗骹，現場是愈加假。診療室無清理，打出公告臨時停業，因為診所醫師去互病人拍，當地病院治療。診所它比較特別，它是只有醫生一個人，聽到那個病患罵髒話，然後跳起來，從診療椅跳起來，然後狂打醫生的頭，一路從診療椅打到櫃台，然後我就馬上放下手上的工作，馬上過去。這件暴力事件就佇台北市松山，涉案的姓周查甫人19早起9點半去這間診所看喙齒，洗喙齒洗到一半，突然拍醫師到場洗冷氣的師傅講，特群攏往面裡摸。那個病人在洗啊，然後洗很輕，他也不是血勢很多，他就突然衝過來就開始打我，他就說什麼很痛什麼之類的，然後可是他其實都沒有到很嚴重，沒有流血很多，我覺得他可能是故意的。醫師滿面攏是血，倒入目睭是疼甲白未開，差一點就失明。今嘛佫較是愛手術開刀，也毋過醫師的朋友控訴，並不是單純的醫療糾紛，懷疑是因為債務的問題和黑幫吹銷。診所發生的毆打事件並不是單純的醫療糾紛，這個是沈醫師有一個債務糾紛，我們有經過公證，有經過判決。沈醫師都已經是醫生，已經全程都贏了。你真的不要用這種黑道的手段來請我們一定要妥協，這個我想我們不會妥協的啦。醫師朋友指控債務人拖欠3000萬的借款，醫師提民事官司勝訴，聲稱假扣押了後，都予人定來鬧事。這擺的攻擊事件也就是是對方塞隆犯案。該周姓男子犯案後，於10時許主動至松山分局。年紀大約20歲嫌犯，犯案了後，要走離現場，隨後各個派出所投案。今嘛醫師堅決提告，警方也以傷害甲醫療法偵辦，繼續釐清犯案動機。公視新聞採訪報道。近日來，鳳城前立委林昌佐要派去做駐芬蘭的代表，引起討論。這陣外交部長林佳龍嘛證實這項消息。也那因為藝人閃做兵，架起風波，在野嘛點名講這林昌佐伊嘛無做兵。不過，這南北兩黨就質疑講，伊無外交官的背景，煞派出嚟做代表。南北兩黨就質疑講，是會引起基層的不滿。親像這國民黨的立委王鳳薇，就家己講，伊是耍音樂的娘，是外行咧帶來行的。民進黨林奕君嘛甲講，伊是有做心的鏡頭，若是派去北歐，身體可能袂堪折。不過，外交部長林佳龍是強調講，林昌佐做過2任的立委，注重國際交流，注重人權。外交人事新報局近日傳出，政務黨籍立委林昌佐會出任駐芬蘭代表，引起討論。外交部長林佳龍19接受訪問，證實這件代志。有關林昌佐的人事案在辦理中，要由總統府來公告。
林佳龙肯定林昌泽伫人权外交的国际交流经验，强调总统赖清德重视价值外交。林昌泽除了熟悉国情，对台湾甲北欧地区甚至世界上推动综合外交会有真好的表现。不过在野之期，林昌泽无做兵有伤兵嫌疑，佫无外交背景，即马空降，恐惊会打击外交基战士气。林昌佐本身的兵役闪避的问题，包含他没有任何外交的长才。兵役的问题，他本人应该会做回答。无论我们以美国啦哈，或者是说民主国家来讲哈，大使啊哈，其他尤其是基于外交哈，那由国会议员去担任啊，是非常多。不要用传统的这种外交的方式来看待，往往像过去的萧美琴、谢长廷都达到很好的成效。我们也期待林长佐到芬兰去，也达到很好的成效。透过音乐、透过文化来进行台湾的一个外交工作。林佳龙也进一步表示，边界问题应该由当事人回答。实际打电话给林昌佐，并无得到回应。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针对基层影响，林佳龙表示，综合外交都是爱有多元人才，那是职业外交官，也个包括经贸文化各方面，也设有比例限制。连年来由总统特任的大使还是代表有名额限制，都是咧保障职业外交官的生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回答的执行长黄仁勋今仔日演讲是宣布回答的台湾总部要起伫咧士林北投科航区。经济部国发会嘛表示会尽量斗3天。另外，这黄仁勋是演说注目 AI 发展，强调讲回答已经唔单单是科技公司，重新定位做 AI 公司。回答的执行长黄仁勋穿伊招牌袖仔，伫配角的声音当中上台。5月19早起，黄仁勋伫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展开专题演讲。2025电脑的展览嘛正式起稿。This is not a video. This is computer graphics. It's generated by GeForce. This is a brand new GeForce 5060 RTX 5060, and this is from ASUS. My good friend Johnny's in the front row, and we took this incredible GPU and we shrunk it in here. 演讲当中放出回答上新产品模拟的画面。黄仁勋强调讲，接下来 AI 会普及伫所有的人的生活当中，接续会甲顶下游的供应链来合作，伫量子运算的领域会有更较侪可能性。Working with us on the full stack, Fujitsu and Cisco are working on the systems, and so now we have the ability to introduce the idea of AI on 5G or AI on 6G, along with AI on computing. We're doing that with quantum computing. 现场5000人是坐甲满，包括鸿海董事长刘永伟、广达创办人林碧丽、华硕董事长施宗同，还有台北市长蒋万安，嘛拢有去到现场。黄仁勋嘛甲有合作的百外间厂商甲学校等等的名单，显示伫伊演讲的背景。将来我们要迎接的呢，就是 AI 无所不在，而且应用端百花齐放这样的一个商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当人类进入人工智慧的时代，台湾的 AI 产业、自动性产业只会越来越重要。全球 AI 的风潮同时行，这届电脑的展览，官方嘛伫同一天举办全球记者会，是请25个国家1400个厂商来参加，持续关注这个产业的革新甲未来。公司新闻台北报道。以色列前一礼拜空袭造成加沙约近600人死亡。另外，美国媒体是也讲，Trump 望甲巴勒斯坦人迁走的想法，即阵已经咧推动，可能是按算甲因迁去北非的利比亚。不过，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馆是否认报道的内容。美国媒体 NBC 公将发消息，川普政府计划将大批巴勒斯坦人刷向北非国家利比亚，上届送走100万人，用要是加沙人口一半。川普进前就提出过同款的想法，公开表示要将加沙改造成做度假胜地。According to this report, the White House has been in talks with leaders in Libya about a plan to relocate up to 1 million Palestinians from Gaza, and in return, the US would agree to unfreeze billions of dollars of Libyan funds. They've been frozen, of course, since the
uprising against Gaddafi and the civil war that followed about 14 years ago. NBC 指出，美国甲利比亚交战之间已经开始联络，不过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否认这消息，抗议表示当地进行无允准团建中的安排。在加沙局势好亲像出现变化，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宣布会允准基本数量物资进入加沙，才被发现几项危机。אנחנו יוצאים למבצע כדי לממש את כל מטרות המלחמה בעזה, השבת החטופים ומיטוט שלטון החמאס. 不过，在这时阵，以色列无放松攻势，最近一礼拜加强空袭加沙各地，连半暝也一直攻击。然后，宣布发动新一波的军事行动，犹太勇士战车在加沙展开大规模地面行动。军方表示，过去一礼拜来拍到670个哈马斯目标，包含军火库、反战车设施等。根据巴勒斯坦当局统计，过去一礼拜至少594人死亡。公司新闻有派出朋友。过去迄礼拜，这欧洲的政坛是真闹热，包含罗马尼亚、波兰、葡萄牙拢小耍举办总统或者是国会大选，这极右派势力是国际关注的焦点。伫第二轮大选中，摕到过半票数，54.32%。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市长达芬将国旗砍伫讲台上，宣告家己拍败来甲真强的极右派对手西米昂。后面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甲法国总统马克龙拢伫第一时间透过 X 平台发文祝福。立场温和，坚定支持后面甲摆出的达芬胜选。布加勒斯特街路民众欢乐，也无较早极右派候选人西米昂也捌讲家己胜选。也毋过，西米昂最后得票率只有大约46%，无摕到过半。5月初第一轮大选中，伊的得票率是超过40%，迄当时还佫大大领先达芬哇20个百分点。但毋过第二轮说服强烈动员选票的达芬超车，最后也是胜任败选。罗马尼亚这场大选代志出现转机。去年第一轮大选，无名的极右派候选人乔治斯古突然出现，几夜前的TikTok口座为助选，真正可以摕到第一关票。也毋过，伊亲罗西亚亲像受到罗国协助渗透，后来互罗马尼亚宪法法院裁定选举结果无效。波兰同款伫罗西亚欧亚之下举行大选，第一轮的结果，亲欧盟的中间派候选人华沙市长佐萨斯科斯基以30.8%对29.1%的淡薄差距，甲民族主义候选人纳夫罗茨基双双晋级第二轮。代替注意的就是包括波兰新希望党领袖门琴朴苏在内的极右派，拢总摕到哇22%的选票，其中超过6%是亲罗势力。所以几礼拜了后举行的第二轮大选。胜负关键的是极右派门琴朴苏有为15.4%选票。To wszystko skończy się naszym wspólnym zwycięstwem Polski. 欧洲极右派风潮也展现在葡萄牙国会选举，初步结果显示，主政的中右派民主联盟 AD。有关是上大赢家摕到29至35.1%的票数，也毋过刷无过半。反过来看，2019年才创立的国民党削甲摕到超过20%的票数，已经是葡萄牙第3大政党。削甲党甲所有欧洲极右政党同款，利用民众对移民的敌气，甲对犯罪担忧，有引起成定惊人。也毋过总理蒙特内哥罗已经放话拒绝甲削甲合作，这代表除非伊救我第二关票的社会党，若无3年来已经3摆提前大选的葡萄牙，恐惊真紧，都还阁面临政党的不安。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